继续来看台北市信义路的中国信托发生地下汇兑乌食乌的抢案。这个被害人甲网友相约要来兑换人民币，才拄拄啊领42万的现金出来，就随有人冲出来，把伊的钱抢了走。警方昨暝伫咧邦桥抓到这个抢钱的未成年的嫌犯，但是钱已经无伫伊的身上了。警方即卖是积极咧追查幕后的黑手。 伫台北市中正区的中国信托东门分行，昨发生一件抢劫案。从画面当中，咱看会到嫌犯抢到钱了，就座椅一直弄，后壁69岁被害人就一直哭哭泣。这名被害人讲，伊伫网络顶管甲人相约，要当面新台票换人民票，所以伊才去柜台领42万块的现金。只是并无出面的嫌犯传讯息来咧讲，已经将人民票汇互你咯，叫伊就爱看手机啊确认。 就当着被害人在看手机的时阵，现金就抢去了。被害人将现金给付后，犯嫌并未依约定给付人民币，随即将被害人现金拿走后逃逸。本分局已锁定相关特定对象积极查缉中。警方追查发现，嫌犯抢到钱了，就坐捷运离开。路途当中，佫换2架计程车，才等于到邦桥的徛街。但是警方怀疑，伊伫路途当中就将钱转出去了。 警员伫20号暗时10点外，伫新北市邦桥抓到嫌犯，发现这名男子根本是一名未成年的囡仔，而且伊个拒绝也敢真顺，互警方怀疑这应该是有人伫使人，警方将要扩大追查，来追查嫌犯背后的主嫌。